大家好，我今次同大家分享我喺香港島嘅東區一間好近太古地鐵站嘅新開酒樓嗰度飲早茶。呢間酒樓開張咗大約都係2個禮拜，飲茶地方幾大，同埋裝修好新淨，可能係新開張，裏邊嘅座位都全部爆滿。我喺 Google 網頁嗰度揾到一啲資料，呢間新酒樓嘅位置原本係主打興婚禮嘅吸溫會所1號，不過佢哋喺今年嘅5月25號宣告結業。大約4個月左右，呢間連鎖酒樓就喺度新開業。佢哋新開張嗰日仲係9月23號華加沙10號風球嗰一日。呢間新酒樓我喺網上嗰度無意中揾到，所以我今次嚟試下早茶，同大家分享下。嚟呢度飲茶嘅路徑都好簡單。今次我係會同大家講咗交通先。飲早茶酒樓就喺前面嗰座嘅服務式住宅康蘭居。我係坐地鐵嚟到呢個太古站，再喺呢個 C 嘅出口轉去右手邊隔離嘅吉之島，跟住係推開玻璃門進入去裏邊，沿住呢一邊嘅無障礙通道上去上邊1樓，上到去1樓都係繼續向前行，行前多少少好快脆見到左手邊有條扶手電梯，跟住搭扶手電梯上去上邊嘅2樓，到咗2樓係會見到前面有個出入口，再喺呢個入口進入去康蘭居裏邊，入到康蘭居裏邊係會見到呢間新酒樓好大幅嘅廣告牌，跟住行右手邊嘅通道就可以到達新開嘅酒樓。呢間新開嘅連鎖式酒樓就係翠湖黃燕，地址係喺太古康山道2號康蘭居2樓201號鋪。由地鐵站口行到嚟呢度步行時間大約係3分鐘。喺度提一提大家，由太古站嘅 C 出口去酒樓飲茶嘅路徑係最方便，不過係要經過吉之島行入去。呢間吉之島營業時間10點鐘開始先至會開放呢條通道。如果想早啲飲早茶嘅話，就由呢個太古站嘅 A1 出口橫過馬路再行過去。我嚟到嗰陣時見到一啲人客喺度等候。我到達呢度嗰陣時大約係朝頭早嘅10點9。我行入去嗰陣時覺得門口呢個玄關位置都幾闊落，喺左邊仲有幅屏風喺度，喺裏面嘅飲茶大廳都幾大，可能仲係新開張，見到裏邊全場都算係爆滿。呢度嘅樓底都幾高下，係冇一種壓迫嘅感覺。天花板就裝咗好多燈飾，喺光線方面覺得幾充足。座位嘅擺放就好似就唔覺得逼狹。裝修方面睇落係一種做宴會場所嗰種設計。嚟呢度飲茶，一個人係需要搭台，2個人或者以上嘅人數先可以選擇唔搭。我坐低之後開咗壺嘅鐵觀音，將嗰個揭起嗰陣時，見到裏邊嗰啲係屬於茶葉，放咗喺裏邊嘅茶葉都算係幾多下，同埋嗰個形狀都算係幾大片。跟住睇下正價點心咩價錢同埋茶錢幾錢位。喺平日嘅星期1到星期5，朝頭早8點至晏晝4點嘅點心價錢係小點23個8，最貴嘅頂點係38個8。喺星期6日同埋公眾假期，嗰5款點心係會貴2至4蚊。喺平1至5嘅茶錢係每一位收13，喺星期6日同埋假期係每一位收15。跟住睇下呢張早市優惠嘅特價單，呢張單嘅供應時間係星期1到星期5朝頭早8點至到11點半，星期6日同埋公眾假期供應時間就朝頭早8點至10點，同埋喺星期6日同埋假期每一款加3蚊。喺張單嘅左邊有一份37個8嘅早茶孖寶，喺上邊嗰度有2款飯同埋2款粥，嗰度任選1款。再喺下低個12款點心裏邊再選1款，跟住喺隔籬嘅上邊有一份52個8嘅特別孖寶，係有1款嘅另有洞天脆皮腸，再配下低12款點心裏邊任選1款。跟住喺下低係48個8嘅生滾粥孖寶，首先喺嗰2款嘅生滾粥嗰度任選1款，跟住再喺下低12款點心裏邊再選1款。喺張單嘅中間有一份30個08嘅早茶點心拼盤，喺拼盤裏邊一共有5樣嘅點心，各有1件。喺張單嘅右邊上下一共有20種嘅點心選擇，價錢係分咗7種，係由22個8至到32個8。呢度仲有一張點心拼盤孖寶，早茶同埋下午茶都係同埋用呢一張。喺早茶時段嘅價錢係49個8，喺下午茶嘅時段就52個8，係有5樣點心各有1件嘅點心拼盤，再配下低一共嘅12樣嘅點心裏邊再選1款。喺星期6日同埋假期每一款係要加3蚊。我喺落單嗰陣時已經將近朝頭早嘅11點。我要咗可以選擇鳳爪排骨飯嘅37個8嘅早茶孖寶，同埋揀多一樣香西牛肉腸。睇下呢份早茶孖寶可唔可以做埋午餐嘅份量。等咗陣間，首先嚟到嘅就係香西牛肉腸。我叫咗姐豉油分開上，唔好直接加落腸粉嗰度。一碟嘅腸粉係分開咗6件，見到腸粉裏邊係塞滿咗幾多下嘅牛肉，喺外形望落去都好似幾飽滿，令到個賣相係增加咗。腸粉外皮望落去都算係幾晶瑩，同埋好清楚望到裏邊嘅餡料。份量方面睇落都算係幾夠，呢一件差唔多大過晒成隻匙羹麵。喺裏面嘅牛肉就冇同嗰件外皮黐埋晒一齊，只係用筷子就好容易將嗰塊外皮揭起。肉質嘅顏色帶有啲乾澤，同埋見到有啲肉汁。用筷子夾嗰陣時，覺得呢嚿牛肉都幾實淨。
係冇嗰種好容易碎開嗰種情況。腸粉嘅外皮好似都幾薄，同埋都幾有彈性。喺入口嗰陣時，牛肉都算係有啲鮮甜，同埋都有香西嘅味道。腸粉外皮都覺得算係幾軟滑。呢一份嘅香西牛肉腸嘅質素好似都幾唔錯。跟住嚟埋嘅就係鳳爪排骨飯，我都係一樣咁叫阿姐將啲豉油分開上，將個煲蓋揭起嗰陣時，見到裏邊嘅份量都算係足夠，不過見唔到好多煙係咁飆出嚟，令到呢煲飯嘅賣相係冇咗咁好。喺配料方面有兩邊嘅鳳爪同埋5粒嘅排骨，呢半邊嘅鳳爪個肉質都算係有啲彈性，不過喺外形方面睇落去就比較細件。另外嗰半邊鳳爪唔知點解少咗好多肉，嗰啲排骨就唔算好大嚿，肉質方面睇落好似都幾嫩滑同埋幾晶瑩。嗰啲米飯都算係粒粒分明，不過水分又好似落多咗少少。喺份量方面差唔多有成2碗飯嘅份量。喺入口嗰陣時，鳳爪係有幾好嘅醬汁味道，排骨嘅調味都屬於啱啱好，同埋肉質都算係幾嫩滑。米飯入口嗰陣時又覺得好腍，如果水分少翻啲係最好。喺結賬嗰陣時，一份37個8嘅早茶孖寶，一個人嘅茶錢係13，計埋加1總數係56。今次呢間太古站嘅新開酒樓1盅2件，用56蚊呢個價錢，究竟抵唔抵都係見仁見智。不過個人覺得應該都係屬於一種街坊價。我喺度飲緊茶嗰陣時候，酒樓安排咗另一位新顧客過嚟搭台，嗰位顧客知道我喺度拍緊影片，叫我拍埋佢要咗呢一份嘅49個8嘅點心拼盤孖寶，俾大家可以用嚟參考。跟住睇埋佢哋呢張嘅正價點心單，喺張單嘅上邊嘅微廚小食一共有18種嘅選擇。跟住睇下呢張單下低嘅左邊，有4款唔同口味嘅經典手工腸粉，喺右邊嘅甜甜蜜蜜一共係有5種嘅選擇。再睇隔離係有10大名點，喺下低有4款點心嘅圖片推介。喺張單嘅中間有16種選擇嘅就係常灼煎炸焗。喺張單嘅右邊有星廚巧手小食，一共有7種嘅選擇。喺下低嘅豐衣足食一共有5種嘅選擇。我問佢哋之後攞埋啲午市同埋下午茶嘅優惠單睇埋。呢張單嘅供應時間係朝頭早11點至到晏晝3點半。喺單嘅左邊一共有11款嘅炒粉麵飯，價錢係分開咗5種，最平嘅價錢係88，最貴嗰樣就係138。跟住睇隔離有9種嘅燒味飯，價錢係分開咗4種，最平價錢係50，最貴係78。如果想要燒味雙拼粉麵飯就55。喺最下低嗰度仲有一份118蚊嘅燒鵝泥排配鍋湯米。喺單嘅左邊有12種嘅小食，價錢係分開9種，最平32，最貴78。喺張單右邊上下夾埋一共有20種嘅點心選擇，價錢係分開6種，最平係25，最貴32。佢哋平1至5嘅下午茶、大中小點一律都23個8。喺星期6日同埋假期一律係25個8。喺下低嘅燒鵝可以配米線、河粉、米粉、生麵，每一碗係38。喺中間嗰度有份68蚊嘅燒味加點心孖寶。最後喺張單嘅右邊有每份98蚊嘅粉麵加點心孖寶。各位，呢條影片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喜歡呢條影片嘅朋友請俾個like我，仲未訂閱嘅請撳埋訂閱掣啊！下條影片見。